先嚟佢，跟住嚟好嘛？我講少少係因為其實頭先個問題嚟講咧，譬如兩方面可以都係要係針對，一方面係政府點濫權，即係會覺得呢班人好麻煩咁樣嘅；另一方面就來自個警隊咁樣嚇，即係會針對翻個警隊個問題。因為其實香港其實唔同行業嚟講咧，嗰時候嗰個職業本身啊，都係自我監督個好重要嘅一個群體嚟㗎。例如律師、例如醫生，佢都會係監督翻自己內部裏邊有啲咩人係犯咗事有啲唔啱咁樣咧，從而係作出一啲處罰嘅警告咁樣嘅。嗰個程度上嚟講，香港警察點解冇呢樣嘢？呢個內部機制咧咁樣，因為譬如睇翻譬如外國，譬如台灣咁樣，都有啲嘅警方嗰啲嘅討論網咁樣啦，都會係啲警察會討論翻其實你落一啲問題啊一啲係警方嘅問題咁樣。不過香港嚟講，譬如個警察網頁嚟講咧，都係講緊啲好即係冇乜好邊陲啊，一啲可能買乜嘢啊，即係購物嗰啲嘅情報交換咁樣。即係其實如何令到香港警隊本身嚟講有一個比較好啲嘅一個係溝通機制，令到可以譬如係透過網上其他方法嚟講，將佢即係見聞啊，或者見到啲上司可能係濫權嘅問題咧，將佢暴露出嚟咁樣。我呢個一個係幾好嘅制衡嘅一個方法咯。有一個新嘅建議，警方點樣可以自我監察、自我完善啦嚇？呢個新嘅題目，好請各位朋友。多謝有啲人咧利用警權啊，呢嚟咧無害即係善良嘅人啦，或者有抱負嘅人。尤其是咧，而家政治嘅不同嘅黨派咁活躍係嘛？有啲咧佢咧就即係無害你，叫警察嚟去起訴你。咁更加詳盡咧，我都有啲案例啊，我嘅處境啊，俾警察咧就拉咗去觀塘差館啊，咁啊要去簽保都行咗4次，係嘛？就9點晚上9點鐘咧拉去觀塘差館咧，凌晨咧5點鐘先至釋放，無辜咧咁樣啊，俾佢瞓咗成大晚冇得瞓覺，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咧，有啲警察亦都係好糊塗嘅，係嘛？明知嗰啲係即係嗰啲政治選舉嘅糾紛咧，都被佢利用咧嚟咧就即係迫害一啲即係有抱負、有理想嘅市民咯。如果咁樣落去咧，嗰個政府啲警察咧，即係俾一啲有勢力嘅政黨咧去操縱咗，咁社會嗰個公義啊、民主啊冇晒㗎啦，係咪先？即係嗰個警方真係靠近咗即係親近嗰一邊嗰啲人。唔該晒，好多謝啊！我哋今日呢個題目咧叫做全線大搜身。我原本咧係一個 question mark 嚟嘅，但係講下好似而家係句號咁樣樣。原來真係好似咧唔係問題嚟，真係真實。越講越多人都有咩經驗啊！好，請台下嘅朋友，仲有冇可以分享？呢啲朋友咧有啲嘢可以派俾大家嚇，係各位朋友有冇分享？有冇你對於呢一個題目全民開講、全線大搜身嘅題目有意見？我唔知其實跟住落去仲有啲咩做，你譬如話見到上次議員助理啦、學習人員助理，跟住冇俾人告，即係襲警，但喺警署裏邊其實係會俾人打緊嘅，跟住警察用假口供嘅方式去夾一個口供，完全同事實不符嘅嘢去控嗰個一個咁嘅市民，跟住連法官話佢啲根本前後矛盾啊，跟住冇咗釋放咗。咁但係我又想問，究竟點我哋好似冇任何嘢可以做到喎，即係你明顯地警方有2個差人喺度妨礙緊司法公正。你諗下，我哋普通一個市民，如果妨礙司法公正所帶嚟嘅後果係乜嘢？係需要受到法庭嘅制裁去審判㗎嘛。咁但係點解警方好似豁免咗喺呢一個嘅狀態裏邊咧？咁用邊個人可以用一個妨礙司法公正嘅身份去告翻呢啲嘅差人？佢而家咁嘅做法咧咁樣，我哋好似揾唔到任何一個答案。即係我會問，其實如果唐生議員，我哋其實有辦法可以去控告嗰2位夾口供嘅或者捏造口供嘅警務人員，究竟應該點樣去懲處呢啲人咧？咁樣即係呢啲喺警隊裏邊嘅害群之馬，香港裏邊嘅害群之馬，我哋應該點樣去對付咧？好，我哋一陣間請阿涂議員咧，或者咁多位朋友咧，一陣間咧都簡單回應。不過我睇唔到後邊，如果後邊有意見嘅話，亦都可以咧，即係表示一下。嗱，今日咧我哋講嘅係全民開講咧，講嘅題目咧叫全線大搜身。我哋探討緊咧就係搜身係會唔會成為一種習慣或者刑罰啊？會唔會咧成為咗大家咧一種慣性啊咁樣？社會人士係不斷面對被檢控咧咁樣。好，呢位朋友講過啦嚇，呢位朋友咧俾佢講。我快講啦，我覺得咧其中其實警權咧係一樣咩嘅東西咧？頭先我哋都有提過，其實警
察佢係有武器喺身㗎嘛。大家有冇諗過咧？即係我哋全香港市民其實都係冇武器起身㗎嘛？點解啊？因為警察先會有，警察點解會有？係因為我哋賦予俾佢㗎嘛。而佢係一個特權嚟㗎，即係佢唔單止嗰個特權咧，係嗰支槍咧係我哋俾錢啊，而係佢特別係可以帶槍出街，並且喺某啲情況底下咧，佢可以要求你出示身份證啦，甚至譬如而家咁樣，你懷疑我藏毒都好啦，邵家臻懷疑我藏毒，佢唔可以叫我除衫搜身，或者唔可以搜我身㗎嘛。咁點解警察可以搜我哋身咧？因為佢有一種比我哋平常人更多、更大、更特殊、更非正式嘅一種權力，所以我哋今日先要坐喺度討論警權。咩意思咧？其實我想講一個問題咧，就係、其實所謂而家唔係害群之馬嘅問題啊，而家係我哋點樣去好好咁樣監察，或者好好咁樣去定一啲規範啲咁特別嘅權力、更過大嘅權力啦。過去好多時你同人講喂，警權過大喎，咁啲人就會可能會答你咩叫過大啊？點為之過大啊？警察都要有空間去執行職務㗎嘛，呢個冇錯係啱嘅。但係同一時間咧，佢嗰個執行職務嘅嗰個權力咧，如果我哋唔監察佢，就會好危險。譬如頭先有提過嗰個例子啦，譬如家務助理，佢係一個被懷疑偷咗嘢嘅普通市民。其實我哋可能每一個人咧，好容易都會同呢啲法律咧擦邊球㗎咋。可能你過馬路冇睇紅燈，側邊有個警察喺度已經抱住你啦，或者其實你係有睇到嘅，你同佢拗數，咁你拗數咧，可能你就變成嗰個家務助理㗎嘛，因為佢要用佢一啲特殊方法去對付你啊嘛。又或者阿黃浩然或者我啦，就係俾佢拉咗去差館，因為示威，但係我哋將我哋係罪犯咁對待。或者我有個朋友佢皮膚咬黑嘅，黑到咧，即係黑嗰啲非洲黑人嘅一個即係香港人咁樣，佢真係基本上一日俾人查身份證4-5次係不在話下，即係可能佢嘅膚色係比較似一啲南亞裔人，然之後我哋嘅差人有種族歧視，然之後佢就運用咗啲特殊嘅權力去針對呢啲人。我想講咧，而家唔係警察制度係唔係中立啊，警察係咪樹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兒，而係我哋真係要認真咁對待呢個問題啊！就係、警察佢同我哋一般人係唔同，佢有一啲特別嘅權力去強制我哋嘅身體，強制我哋嘅意志，可能佢用呢啲權力去侮辱我哋，或者係過度咗嘅。而一個好嘅、公平嘅、健康嘅社會，其實唔係曾蔭權之後先有嘅。你睇翻啲警權問題咧，就係你打開啲歷史文件，一路都有啦。執行職務，警察有冇即係用咗過大嘅權力去拘捕市民，或者有啲警察執行職務喺所有嘅場合，即係你睇翻啲80年代、90年代嗰啲關注社會問題，警權呢個字唔係2008年先發生，而一路我哋都應該呢個問題慢慢咁樣消失喺我哋嘅視野之下咯。我覺得呢個先係重要咯。正話呢啲朋友講一個就係有朋友咩黑過黑人啊，咁我白過白人會唔會都係？而家我係咪白過白人咧？會唔會都係得到一啲遭難咧咁樣？好，我哋找緊時間，我哋請台上嘅朋友咧回應一下先好唔好啊？大家找緊時間好唔好？回應一下涂謹申係最多回應嘅，不過擺喺最後，大家可以回應下先。喂，係。我諗其實都即係而家開始好咗，我哋呢半年我哋見到警方咁多衰嘢嘅時候，市民都應該關心咗、醒目咗，有嘢就即刻揚咗出嚟先。我諗我哋即係跟住再延續嘅就係我哋唔單止要睇警權，同埋我哋都要睇翻我哋律政司。我想講利東街呢件事上年10月發生，我哋嘅審訊會喺嚟緊嘅10月6號開始，足足拖咗1年。即係話我哋呢1年都係守緊行為，唔係守緊行為，係擔保緊啦。你變咗你擔保嘅時候會有啲咩問題出現呢？你本身你關心社會重建，你想幫街坊唔好俾人清走嘅，你好難再去幫手，好難再去參與一啲行動。你可能跟住一大班人，你又要去處理一啲官司嘅問題，處理好多法律文件嘅問題，咁變咗就冇咗，就會少咗人去參與一啲運動入邊㗎啦。因為佢哋要忙於去應付啲官司而我哋政府就係好興會去將啲官司去拖延咯。你拖延判咗你之後，你固然要受嗰個刑罰啦。如果你中咗，但係喺未判之前，你依然你係擔保緊嘅。嗰段時間你一定要係好乖，你唔可以做任何擦邊嘅嘢。呢啲事情呢個就係我哋嘅政府用呢啲咁嘅方法去管制、去管理我哋。明白。阿 Ken 有冇補充？